动土墙画好啊，大家真欢喜。画是李东斌先祖正道的故事，除了帮助这大人囡仔去熟悉民俗故事，嘛有本来真无趣味的壁刀充满生命力。那个就全部都用那个 Q 版处理从他出生到他得到一直他的过程被叙述出来。动土墙本来是拢漆黑的，经过民意代表加文化局争取经费了后，补助差不多20几万。目前动土墙还有差不多1/3也未画，地方人士表示讲，明年会来完成。其实，在施工期间我们乡亲包括我们社区的长辈都来一起动手那凝聚这个社区的共识。李长表示讲，本来大家都唔知讲先公庙服晒什么神明，要么透过动土墙的彩画了后，好大家了解李东斌先祖，嘛好社会感情愈来愈好。想要获取更多新闻资讯，想要看到主播最新的动态，赶快订阅华视 YouTube 频道。